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思睿 Keep Going， 我係思思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有關複利效應嘅書，而佢嘅書名都係好簡單直接，就係叫複利效應。作者戴倫嘅哈迪。大家同唔同意複利係一件好簡單、好容易執行嘅事？但係區區依4個字，已有可能足以徹底改變你人生版圖，而且唔係人人做到。如果要用最貼地嘅方法去解釋複利效應，就係細細個聰明嘅選擇，加埋持之以恆，再俾時間慢慢滲入你生活，最後成就將會大到你想象唔到。好多時候我哋盯住佢大事件、大收穫，以為要靠一戰定江山，但現實係真正長久、可複製、可預期嘅成功，多數由一啲小到幾乎唔起眼嘅習慣、步驟、態度，日復日疊加而成。今日等我分享書中情景同故事，帶你睇清楚複利效應點樣嘅健康、事業、財富、關係同自我修養入邊，靜悄悄幫你逆轉人生。喺正式開始今集內容前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我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第一個例子，神奇嘅1分錢點樣贏過300萬？書中提出一個好經典嘅情景：1. 你要即刻攞取300萬美金定係2. 先睇1美分錢，但之後連續31日依1分錢，每日都會翻1倍。如果你可以理性咁計一計，你就會知後者佢會攞到超過1073萬美金。問題係點解現實世界咁多人會選擇即刻咗300萬？係因為人性怕等、怕慢、怕睇唔到進度。頭10日1分錢都只係得幾蚊，你旁邊選擇300萬嘅朋友已經豪食豪用。去到第20日1分錢都只係5000幾，你會懷疑自己係咪做錯選擇。直到臨尾2-3日，曲線先突然狂升，喺第30日先追過300萬美金，最後1日先可以壓倒性勝出。呢一個故事提醒我哋3點：第一，複利需要時間，而時間床頭大半段表現得好悶、好慢，好似冇嘢發生咁。第二，臨尾嘅爆發其實唔係奇蹟，而係前邊無數日睇似冇結果，佢堅持累積而嚟嘅。第三，最難嘅唔係方法，係你可唔可以頂得住睇似冇進展嘅心理落差。巴菲特曾經講過，雖然佢喺11歲就買咗人生第一支股票，但佢嘅財富90%以上係50歲之後先出現。點解？因為複利嘅威力係要有夠長嘅時間先會顯形。佢舉過一個例子，佢話從1900年到1999年，道瓊斯指數升咗175倍，175倍睇似好可觀，對唔對？但你知道佢嘅年複合增長率係幾多？答案會俾你意外，佢嘅年複合增長率僅僅只有5.3%。咁樣一個增長率，好多投資者都可以做到，只係佢哋嫌太低啦，唔願意去做咁樣投資。但巴菲特唔一樣，佢就願意咁樣持續幾十年咁堅持，所以最後佢變成超級富翁。另外，書中亦提出一個關於3個朋友嘅故事。有3個好朋友，分別係 A 先生、B 先生同 C 先生。佢哋3個係故事嘅開始時，條件差唔多，收入差唔多，婚姻差唔多，身形都差唔多。A 先生生活照舊過，呢幾年都係咁，冇咩變化。B 先生決定人生要有好嘅改變，所以佢開始每日喺10頁書、返工搭車時聽30分鐘 podcast 學習新知識，每日少攝取125卡路里，所以每日行多幾千步。B 先生做嘅嘢唔係咩嘢嘅壯舉，亦都唔使特別費力，幾乎人人都能夠做到，但係佢決定堅持呢啲選擇。最後到 C 先生，佢做出咗一個好糟糕嘅抉擇，佢買咗一部大電視，好讓佢有更盡情觀賞佢喜愛嘅節目，每日煮多少少高卡路里嘅美食，每星期酒飲多1杯。聽到依度，大家有冇發覺，其實亦都冇乜特別瘋狂嘅行為。C 生只係想喺生活中增加少少樂趣。頭5個月，你幾乎睇唔到分別；10個月都唔明顯，到18個月開始有少少影。到25個月，差距拉開，去到31個月 ，B 先生輕咗15公斤，升職加薪，同伴侶感情更好。C 先生就重咗15公斤，工作唔起勁，關係變差，兩者相距唔止係體重，更加係精神面貌、職涯走勢、婚姻溫度同自我價值感。A 先生呢，仍然差唔多，只係多咗怨氣。呢度有個容易被忽略嘅重點，複利唔止喺金錢上發生，仲會喺健康、關係、技能、聲望同習慣上發生。
你每日多一步，就等於為未來嘅你加碼少少；你每日偷懶一下，就等於向未來嘅你借走少少。當呢啲一點點積到幾百次、幾千次，人生自然兩極分化。就好似 Kobe Bryant 凌晨4點起身練波嘅故事，唔係講佢一日打咗幾多場硬仗，而係幾千個凌晨累積出嚟嘅投籃手感、身體記憶同心理嘅勝。佢自己講過，當你累積咗咁多年嚟投入，其他人想追你，其實已經追唔到，呢就係紀律嘅複利。雖然啱啱先講 B 先生同 C 先生嘅改變係好微不足道，但往往就係呢啲咁微不足道嘅改變就會產生漣漪效應。C 生只係多食少少油膩嘅食物，夜晚咁多嘅電視，睡眠質素差咗啲，第二日精神差，工作表現跌，被上司批評，返屋企心情更差，再用食物舒緩壓力，同伴侶出街少啲，關係降溫，再用節目麻醉，呢啲連鎖反應就係漣漪效應，一個細選擇激起千層浪，最後拍落去你嘅事業、健康、婚姻同自信。相反 ，B 先生每日125卡路里嘅減法，加上學習同實踐，累積咗近1000個鐘頭嚟自我投資，帶嚟升遷、活力、好心情、好關係。Jeff Olson 嘅微小優勢講過，成功與失敗嘅分界，往往唔係一睇過嘅偉大決定，而係每日重複嘅簡單紀律，對比每日重複嘅微小忽視。例如，你食一個甜甜圈唔會即刻肥10磅，你 skip 一次健身都唔會即刻退步。但當呢啲一次變100次，曲線就開始偏離原先想像航道。作者提醒我哋持之以恆，歷經足夠時日，結果就會變得十分顯著，甚至更好嘅係結果係可以預期嘅。以上 ABC 先生嘅故事都說明咗複利效應有幾強大，同埋有幾容易執行。聽到依度嘅你可能會問，點解仲係咁多人做唔到複利效應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社會不斷售賣速效、記幻象、7日暴瘦、30日學會任何技能、零成本月入10萬，呢啲標題好吸睛，但多數遺漏咗最關鍵嘅因子，呢個就係時間與紀律。而且越係短平快，越容易滋生自滿同回落。成功最容易令人成為失敗嘅種子，原因唔係成功本身，而係你因成功而停止咗當初令你成功嘅行為。作者喺書中分享咗一個關於成功容易招致失敗嘅真實故事。有間餐廳新開張時，服務超班，食物質素穩定而且好食，所以係短時間內就已經客似雲來。客人經常要等上1個鐘頭先至有座位㗎。店鋪營業成功，令到餐廳人員開始自滿起嚟，老闆娘待客變得傲慢，佢哋開始手腳慢，出品不穩。最後短短18個月嘅時間，呢間餐廳就閂門大吉啦。佢嘅失敗嘅原因唔係市場環境變，而係自己放低咗基本功。企業世界充滿相似故事，諾基亞錯過智能機轉型，柯達忽視數碼影像，百事達低估串流平台。試下把複利效應變成你每日可執行嘅系統。以下係我少少建議，令你把複利效應變成你每日可執行嘅系統。1. 目標拆細，將1年目標拆成季度、每月、每週、每日嘅微動作。例如，1年讀書24本，每日10頁；1年跑步600公里，每日2公里或隔日4公里。2. 設定最低劑量，採用最少次數，例如每日做5下掌上壓，每日儲10蚊。如果覺得每日做5下掌上壓，每日儲10蚊都非常辛苦，咁樣就每日做2下掌上壓，每日儲1蚊。因為重點係零門檻啟動，俾你容易開始，容易連續。3. 習慣綁定，將新習慣綁住舊習慣，例如沖咖啡就閱讀10頁書，刷牙就深呼吸1分鐘，踩健身單車就可以睇戲。4. 追蹤你認為重要嘅事，如果你想理財嘅，你就追蹤自己消費；如果你想減肥嘅，你就追蹤每餐吸收咗卡路里。呢個追蹤過程中，你會開始清楚自己生活習慣，從而喺當中睇下有冇改善空間。講到最後，我想送俾你一條簡單方程式：明智嘅小小抉擇加持之以恆加時間等於大不同。請記住3個行動呼籲，而家就嚟3個微行動：健康，例如每日多行2000步；專業，例如每日閱讀10頁專業書；關係，例如每日1則真誠感謝信息。
用21日建立慣性，用90日見到輪廓，用1年見到斜率，唔好心急劃界，俾時間做你嘅朋友。設一個唔做清單，剪咗1至2個最耗散注意力嘅習慣，例如睡前滑手機超過30分鐘，白天開住無用通知，為福利騰位。朋友們，成功唔係一次過嘅煙花，而係萬點微光堆疊出嚟嘅長夜星河。當其他人忙住追逐下一個速成秘方，你就靜靜地累積，靜靜地進步，靜靜地將自己對齊最好嘅版本。等到某一日，曲線突然抬頭，人哋會以為你一夜之間成功，但你會心裏明白，嗰一夜只係你千百個平凡日子嘅合理回報。今日就由你而家嘅呢一個選擇開始，多行一步，少食一口，多讀一頁，多一句感謝。當你累積到足夠耐，福利效應會用佢最溫柔但係最堅定嘅方式，將你帶到一個你未曾想象過嘅高地。願你善用福利，做自己人生嘅長期主理人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，不妨分享俾家人同朋友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見。